下来继续来看国道1号南口交流道41A 就北交流道的入口，伫上下班的时间车真多，偏偏这个驾驶人佫拢无守规矩，更加是造成着交通混乱、大塞车。桃园市交通局为着要遏制乱象，11月初开始，伫路口来安这个 AI 辨识的系统，来进行着科技执法。短短1个月开出的罚单超过1000万。 来看画面当中的这只箱仔车，明明就是要直直行，但是却将正弯的车路拢占掉咧，害别人袂当过，车路就安尼拢塌条条。即马警方伫这路口到上新的 AI 辨识系统，希望会当抓违规，互交通会当更较顺利。目前在11月2号开始开罚的地点是在龟山一路以及文化一路的交叉口。国道1号南口交流道41A 的路口，自11月初就开始用 AI 系统在开红单，短短1个月开出罚单金额算的超过台票1000万，其中无照标线咧行有16000外件，开出罚单差不多是970万，弄红灯有164件，罚差不多是29万。这种 AI 开罚单系统才拄开始，都抓到真侪件。 但是警方发现，伫经过宣导了后，11月初开始开罚单的案件已经下降到4000件左右。执法规划的地点会选择以易肇事的路段以及易造成拥塞的路段来进行建制。为着要保障用路人的安全，通知交通局不但请 AI 来斗相共，还提醒驾驶人开车上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袂去开一条红单盖大条，算的搁真袂值。